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中國互聯網大廠的黃昏。最近咱們一直聊了阿里、美團、抖音、字節跳動，還有小米、華為。那今天咱們聊什麼？今天咱們聊聊東哥，聊一聊京東。京東，我想它目前的困境大家都有目共睹。京東的黄昏似乎來得更早一點。为什麼這麼說？當然我們說這些都是有數據的。早在2025年底的時候，摩根士丹利就發布了一份研報，標題就很驚悚，叫京東凛冬將至。在這份研報中，大摩對京東提出多項風險警示。第一個就是它的核心引擎熄火。什麼核心引擎？就是家電電子基本盤增長動力消退，也讓核心業務不增長了，這就要命。那第二是它這個叫第二曲線失靈。什麼叫第二曲線？它本來花重金進入的外賣這些即食零售行業，非但沒有成為新的增長點，反而沦為持續失血的盈利黑洞，就是不停的要補貼。在去年年底，摩根士丹利它這兩項預測，目前來看都已經很遺憾成為了現實，被摩根士丹利說中了。實際上，咱們這個頻道的老粉絲應該知道，就在東哥復出的時候，我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京東麻煩大了，京東要出事了。很多網友恐怕當時聽了覺得我是危言聳聽。按照特朗普的說法，沒有人比我更懂移動互聯網。最近好像特朗普已經不講這個口頭禪了。我記得他第一個任期的時候，沒事就說沒有人比我更懂建築行業，沒有人比我更懂賣鞋子，沒有人比我更懂幹啥啥。我也引用一下，沒有人比我更懂移動互聯網。我在做這個頻道的時候，我剛開始是每期都在講移動互聯網，有很多老粉絲應該都知道，主講的是移動互聯網，後來才慢慢的講什麼資本市場，講這個房地產，講俄烏戰爭，講什麼地緣政治，亂七八糟的就開始沒邊了。實際上我剛開始是聚焦移動互聯網的，因為我畢竟在移動互聯網幹了10幾年，我知道他們的焦慮。最近巧了，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他在一個論壇上發言，大家可以找視頻去看。他這發言，他就為京東內部的這些快遞兄弟也就是叫藍領兄弟尋找出路。他認為未來京東的這些快遞員一定會被機器人取代，或者大部分被取代。那這些兄弟們怎麼辦？對吧？劉強東人家的人設是吧？是兄弟們一起上，有福同享，有難同擔，是打的是這種人設。那你未來你這70萬藍領兄弟為了着落怎麼辦呢？所以說，京東這個劉強東他就未雨綢繆，他為此提出涅槃計劃。什麼叫涅槃計劃？就是統籌快遞員、外賣這些全體的京東的旗下的這些藍領工人，通過專業技能培訓，幫他們轉型。轉型到什麼崗位？比如說機器人維保技術崗位，就是你維護機器人，你維護那生產線、流水線、那些傳送帶等等，就幹這個。你跑外賣送快遞這活以後就沒有了，被取代了。東哥給出的理由是，將來都是機器人送貨，早晚有一天根本就不需要快遞員了。但我不希望我們的70萬兄弟沒有飯吃，因此而沒有工作。這個話說的還是比較這個豪言壯語啊，比較這個提氣的。但是有的時候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吶。劉强東從幕後被迫復出，實際上就是京東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一直說這個京東未來不會太樂觀，不是說京東不行，也不是說劉强東不行，恰恰是因為這個時代拋棄了你的時候，他根本就不跟你打招呼，他也不徵求你的意見，都是降維打擊，取代你的，打敗你的不是你的看得見的競爭对手，而是你這個對手不知道從哪兒來，是叫什麼天外飛仙還是如來神掌，不知道從哪兒來一掌你就沒了。如果你知道對手是誰，那還好，你可以去研究对手，你可以去学習，你可以怎麼樣去保護自己。問題是你都不知道對手在哪兒，這個對手突然不知道從哪個角度就出來了，宣布你走人，有的時候都不需要宣布的，你直接就沒了。就像諾基亞市場份額60%，当年做手機那諾基亞多風光，科技以人為本，我們每個人人手一部諾基亞。你在公交車上手機一響拿出來都是諾基亞，結果蘋果一出，現在你還看得見諾基亞嗎？諾基亞就沒了，对吧？
打敗諾基亞的不是他們當時的這些什麼摩托羅拉、什麼科健、什麼聯想，道理是一樣的。那有人就說了，那刘强東這個時候就為他的兄弟們謀出路，是不是早了一點？那機器人還能馬上就能取代送外賣的嗎？中信證券預計2027年一線城市封閉園區以及半開放路段，機器人等無人配送對人力替代率約5%到10%，特定場景可達15%。麥肯錫報告顯示，即使到了2030年，中國末端配送具備自動化處理能力的訂單占比也僅約30%，也很難超過30%。那劉强東為什麼這麼着急為兄弟謀出路呢？實際上他有難言之隱，這些理由是可以放在台面上說的，但是還有一些理由不好在台面上說，那就是失血嚴重啊，外賣燒錢失速，份額斷崖难止。那有人就说了，那京東你不搞外賣不就行了吗？這就是你不懂了，不搞外賣它哪來流量？我經常說，你要不會分析移动互聯網，那你就想一想自己，你手機裡面裝了那麼多 APP， 你一天打開幾次京東，你一天打開幾次抖音，打開幾次微信，你每天花的時間最多的是哪個 APP？ 你想得起來京東嗎？对吧？你一個月才打開一次，很多人一個月都不打開一次，那你說劉強東他能不着急嗎？他那沒有流量，搞了外賣以後，你好歹你想吃飯的時候，你或許就打開了京東，因為點京東外賣，這就是流量。而京東去年的外賣大戰確實對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折戟沉沙，因為他不打又不行，打又打不過，這就是悲劇。根據消費新生、螺旋實驗室、咸宁日報等報道，京東秒送近期在多省啟動人員優化轉崗，重點落在一線外賣站長崗位。你看，去年京東強勢進入外賣的時候，人家要解決兩個痛點，我是記得很清楚，兩個痛點，一個痛點就是外賣品質，堅決不能有那些幽靈外賣，就是能上京東外賣的都是堂食外送，這是第一個是吧？第二個痛點就是外賣騎手社保問題，結果這兩個他都沒解決啊。我也不知道他解決了多少外賣骑手社保，總之現在他已經開始裁了。以陝西為例，原有站長超過120人，本輪優化後僅剩40人，也就2/3給幹掉，只留1/3，縮減超60%。四川等多個省份的京東秒送業務也在同步推進人員精簡架構優化。全國層面，此前3000餘人的站長團隊已精簡至2000人，全國看那也是1/3砍掉了。本來還指望着他給好幾百萬的這個外賣小哥交社保，是吧？結果自己先砍掉1/3，這都是站長。既然外賣站長都大量優化，那麼一線外賣員被優化也就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且這些被優化的外賣員雖有的直接離職，但對於全職騎手，京東方面傾向於不直接推向社會，留在集團內部轉崗。外賣從業者本可以送快遞，但京東布局機器人配送，快遞崗位需求越來越少，如何安置這批藍領就成了京東眼下最緊迫的工作。劉強東急切為兄弟謀出路，此時推出涅槃計劃，進行職業培訓後轉為機器人相關技術崗，應該如此有關。而外賣員之所以被優化，根源是京東外賣業務處於收縮之中。艾瑞研究數據顯示，京東外賣市場份額從2025年 Q2 高點 31%， 也就是最高點是 31%， 急跌至2026年初的 7%。這與2025年3月高調進軍外賣的場面形成鮮明反差。我當時做節目就說了，人家美團放話很簡單，他說這麼多年來挑戰外賣的又不是你京東一家，結局是什麼？挑戰一個失敗一個，挑戰一雙失敗2個，反正都失敗了。外賣業務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不是你想怎麼弄就能怎麼弄的。結局你看，美團說的就对，美團幹了到現在來挑戰它地位的非常多。曾经抖音是吧，也要搞外賣，好像抖音外賣也没搞起來吗？2025年初，京東以零佣金招募品質堂食商家，為骑手繳納5險1金，高調切入外賣市場。但外賣市場是充分競爭、薄利的成熟市場，美團和餓了麼把持90%份額，京東想撬動蛋糕並非易事。
京東當時的策略直接簡單，燒錢擴張。自进軍外賣2025年 Q1、Q2 至 Q4 這9個月裡面，營銷開支分別為270億、210億和253億，同比增長127%、110%、51%，極為激進。但持續燒錢的效果並不佳。2025年 Q2 至 Q4 新業務經營利潤率分別為負的110%、負的101%和負的105%。外賣新業務等至今不能自我造血，燒錢邊際效應也在遞減。2020年 Q1 京東燒錢力度減弱，營銷費用縮小至154億元，新業務經營利潤率驟降至負的165%，創入局以來最差表現。就是說，如果燒錢還能看到擴張，那你還能燒。2020年第一季度你燒錢都燒不出市场了，那你说说，也就是燒錢都不行了，那基本上這路就死了。單季市場份額同步急跌。根據瑞銀3月發布的即時零售月度追蹤報告估算，2020年2月京東外賣單量份額回落至 7% 左右，而艾瑞數據顯示，燒錢正盛的2025年6月，其份額曾達 31%， 可謂三分天壓。作為一個新來者、入局者，一下能佔1/3也不錯了。但是很可惜，他這個市場它就像俄軍一樣的，他打下來之後他站不住，被人家一反攻又奪回去了。更遺憾的是，瑞银數據顯示，2020年2月京東外賣日均訂單量降至800萬單，參照美團日均訂單穩定在2300萬單才能盈利。2025年6月京東外賣日均訂單曾衝到2500萬單，若但是繼續加大燒錢，保持這一單量，或可實現盈利。錢越燒越少，容易功虧一簣。國信證券研報測算，2020年 Q1 京東外賣單均就每單平均要虧損5塊錢。大摩則預測2025年京東即時零售每單虧損9元。未來外賣想從800萬單重新燒回2300萬單，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目前京東已不願大規模燒錢。2020年 Q1 財報會宣布，外賣投入環比縮減 30%， 就是不燒了，錢只會越投越少，因為燒不出來，越燒錢越少，窟窿越大，市場份額還不能增加。未來除非剔除這一業務，否則仍需燒錢續命，也就是你不燒，你這業務還就萎縮了，沒了。當然，京東外賣靠燒錢沒快速成功的深層原因不止錢，更在於核心能力與本地生活的戰場不匹配。與美團相比，畢竟美團深耕本地生活10餘年，有很多老粉都知道，我以前創業做的就是本地生活，所以我要聊美團，聊阿里，聊京東幹的這什麼即時零售。他早請我去做顧問，我就建議他直接砍掉，你做不起來。包括美團，因為我燒了好幾百萬，我是真正的是深入一線，親力親為幹了3年，創業從零開始。我得出結論，我是手起刀落直接砍掉，因為我覺得這個業務沒有前途。結果是過了10年以後，京東、美团、阿里瘋狂的搶這個叫什麼即時零售，投入幾百億啊，砸這個。現在砸出沒動靜，就包括美团現在也不吹了即時零售。你說他們隨便花點錢，一個月50塊錢訂個包月聽一聽，就不至於幹這蠢事。這個都是我這個血汗錢買來的經驗。我是真正，咱們是做過移动互聯網，完了之後還做即時零售，親自去創業，得出結論，這玩意幹不成。所以說這些美团、阿里、京東在上面投了幾百億，那都是打了水漂，就算是刺激消費。更諷刺的是，这個京東當初入局外賣，它解決的痛點就是要堂食，要提高品質外賣，要向這個幽靈外賣開戰。結果2020年4月17號，市場監管總局對幽靈外賣開出罰單，由行業內提測算，一共是查實6.7萬餘家幽靈外賣店鋪。這6.7萬家裡面，京東獨佔4.3萬家，佔比超60%。你就知道這京東，你說說，他本來是到這市場除害的，結果自己危害這個市場，這就是最大的諷刺。指望來提高
外賣的品質了，結果他来加入，外賣品質急劇下降，他搞来的幽灵外賣更多。我刚才在这个節目之前就說了，京東殺入外賣，他其實也並沒有想着從外賣賺錢，甚至他補貼外賣他是應該的。為什麼？因為他懂搞外賣實際上是引流，外賣本身不賺錢，無非想通過引流來為他的京東的電商服務，通過高頻應用，因為外賣相對於京東商城那肯定是高頻應用，你一天能打開一次，平均的一天或者2次。但是你京東 APP， 你要是電商2個月才打開一次，所以這是相對來說是高頻應用，用高頻帶動低頻，用高頻換高價值，就這麼個思路。所以說京東決定進軍外賣，不僅是搶佔外賣市場蛋糕，更源於內部共識，實際上就是行業共識。外賣等即時零售帶來的流量能反哺電商主戰。劉強東接受中國企業家雜誌採訪時表示，做外賣虧的錢比去抖音、騰訊買流量划算。你看是不是？當時我分析也這麼分析的，對吧？因為他就是流量焦慮啊，流量焦慮那怎麼辦呢？就花錢買一個用戶，恐怕你要200塊錢，現在200不知道行不行了。你從別的外賬給你的京東引流一個消費者，一個用戶在那兒下單，平均成本要200。現在300有可能，現在流量越來越貴，有可能是400。那劉強東算的賬就是，我要有這400，我補貼外賣，我就給我帶來這個新用戶，這不更合算嗎？中金研報顯示，京東用戶年均消費頻次，這是京東的電商用戶，從2019年的5.7次降至2024年的3.2次，急需補充流量。你看看，也就是京東的這個用戶，他一年使用京東，以前還是小6次，一年用個6次，平均，現在只有3次了。你掉一半，自有的流量還掉一半，他還沒有新流量，你說他能不着急嗎？所以我說劉強東復出，是因為你外行看熱鬧，你覺得這個京東那樣挺熱鬧的，又是漲工資，又是這樣的，以為京東，實際上內行看門道，那說明京東已經出大問題了。要不然不可能一個退休的人在後面享受這個陽光、沙灘、小島、遊艇，他又復出了前線，頭髮都雞白了，他何苦？他喜歡是嗎？因為公司出問題了，外人是看不見的，外人只看到表面，覺得很光鮮，驢糞擔子，表面光鮮，這就是王熙鳳說的最大的難處。劉姥姥一看，那這樣賈府多有錢，但是王熙鳳知道沒錢呢，慘了，對不對？所以他後面殺入外賣。所以後面他又搞遊艇，把遊艇搞到10萬，所以他後面又搞什麼？搞酒，後面他甚至跟網紅超市要聯手搞流量。現在要幹啥？最近好像又要搞個什麼事情，我形容他就像那個落水的人在開始撲騰了，抓到一根稻草他也使勁抱着，因為他搞不清哪個能救他，什麼都抓，就是落水的人，就這麼個態度。京東一開始便將外賣唯一入口放在電商主站上，確保引流，對吧？他沒有搞一個說京東外賣 APP， 他是在那京東 APP 裡面，而且在首頁欄目上面搞一個外賣，這樣實際上就讓你老是打開京東電商 APP， 你不要忘了我京東，你一下子買個剃鬚刀，買個什麼東西上我這來買，就這意思啊。你看我這搞促銷了，又搞活動了，你趕緊來我這買，別去那什麼拼多多啊，是吧？什麼抖音。實際運營中，高頻剛需低客單價的外賣大幅提升用戶打開京東 APP 的頻次和停留時長，主站獲得增量流量。據京東歷次財報披露，2025年 Q2、Q3 活躍用戶數增長超過40%，Q4 增長超過30%，確實外賣也給它帶來了一些流量和 APP 的打開次數。但是這些最終沒能轉化為這個收入。外賣引流不僅比外部買量划算，還能降低整體獲客成本。通信信息報指出，京東電商獲客成本已達1000元以上，你看太嚇人了。我剛才還說是400，現在獲客成本就是一個用戶他要花1000塊，這個你說他拿1000塊就去補貼這個外賣是有道理的。所以東哥的焦慮你不懂是吧？你以為他過得很舒服，沒有增長，你要增長一個用戶花1000塊，現在1000都不一定買得到了。而京東外賣補貼5、6元即可獲得一個用戶，這筆補貼成本可攤薄京東生態整體獲客成本。
但是外賣帶來的流量并不能天然的就转化为京东的電商用戶。你比如說胡一靜老師，那貪便宜是吧？他2塊錢買了2個鴨頭，好像還2個鴨翅吧，一共2塊錢，他就是外賣大戰士他買的嗎？你指望他去京東買東西是嗎？不可能，他吃麵加不加雞蛋他都考慮半天，你指望他去京東去買東西？所以雖然補貼來大量的用戶，但是這些用戶雖然把你打開了 APP， 他也沒去買東西，也就沒有轉化為這個高價值用戶。業內多認為，高頻外賣用戶與京東高客單價電商用戶購物心智和客單價是兩類生意。外賣用戶價格敏感，即時性消費；京東傳統電商用戶對價格不敏感，多計劃性消費。兩者畫像差異巨大，這就是我早就給京東下了結論了，對不對？未來京東它就是一些中年油膩男沒事消磨時間的地方。我研究一下，買個什麼手機或者是什麼玩意是吧？是什麼硬盤，什麼3C，這都是中年油膩男没事跑去買的。以後京東的核心粉絲、忠實用戶就是中年油膩男，而這些中年油膩男未來消費能力是越來越差，兜裡沒幾個錢。所以說京東，你說說它有什麼前途呢？國信證券研報顯示，2025 3到4月獲取的首批外賣新用戶中，截至7月有 40% 轉化為主站用戶，交叉銷售品類主要是商超商品。商超商品這玩意兒，你說你買一大箱可樂，在京東賺不了幾毛錢，還吭哧吭哧給你送過來，是吧？不就這玩意兒嗎？京東是希望你買什麼硬盤是吧？電腦這玩意兒它能多賺點錢，客單價偏低。更關鍵的是，管理層預計這批新用戶對整體電商的貢獻還需要1到2年才會較為明顯，不可能的。這1到2年人家早就去抖音或者是拼多多去了。也就是說，京東方面或許也認為將外賣當作引流工具的做法過於理想化，不再把電商主站作為外賣唯一入口。2025年11月，京東外賣已上線獨立 APP。那有人就說了，那為什麼美團就幹得可以？這就是不同的互聯網大廠，它的格調不一樣。美團它就是做本地生活的，所以說他通過外賣吸引了之後，人幹什麼？這個人外賣他騎共享單車沒毛病，你看是吧？這個重合度比較高。外賣他去看電影買電影票沒毛病，所以就是說美團花5塊錢引一個人，那這個人你不在這兒騎共享單車，你就去買電影票去了，或者是美团本地生活還其他業務。那京東是吧？它的核心業務是電商，是那種高客單價的，這個跟胡一靜老師就沒法匹配上。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來挑戰美团都挑戰不動的原因，也就是你沒有其他的那本地生活的業務來支撐，來分流，對不對？把這流量給消化了。你把外賣的客戶引導到你電商裡面，效率是最低的，你沒有相匹配的業務去消化，所以這就導致你的效率比較低，所以你就燒不起。人家美团沒事，反正燒300億可以，反正不在這兒燒，他那兒他也得燒錢。當然了，美团在外賣這兒他也不賺錢，所以說美团到現在為止這都很難盈利呢。叫基本盤回春夢醒，國補退坡，重現負增長。京東在2025年初進軍外賣，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京東基本盤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商品，也就是咱們老說 3C 板塊，這個是京東的基本盤，大家看明白，這是它的核心業務。而這個 3C 就這塊，它的基本盤核心業務不增長了，所以外賣成為尋找第二增長曲線的救命稻草。2024年以來，京東基本盤就猶如金融學中的死貓反彈，持續下滑過程中出現短暫性的利好，快速反彈，但這種反彈往往有害，也就是它是叫透支，這種反彈是透支，你前面彈了一下，後面就跌得更狠，因為透支了。你說你買了一個手機了，你不能下個月你還買手機，你買手機有癮是吧？早在2023年 Q4 基本盤增速已開始下滑，那這個時候是不是？我記得李強東大概這個時候出來的，出來這個兄弟都不是兄弟了，不努力不好好賺錢的都不是兄弟。基本盤增速開始下滑，2024年上半年下滑程度堪稱慘淡。2024年 Q2 該板塊收入1450億元，同比增速跌至
4.6就是負的，原因包括直播带貨冲擊、同行競爭以及內需不足。此時以舊換新國補政策出台，給京東來了一場及時雨，不僅緩解了資本市場的觀望情緒，更讓基本盤迅速回春。但是這種國補一旦停下來，它就馬上陷入長時間的低迷。國補對京東的拉動邊際效應遞減，且補貼不斷推坡。總體看，國補紅利暫時緩解了京東增長焦慮，卻也提前透支了消費電子購買力。死貓反彈的有毒一面顯現，留下強刺激後遺症，未來將迎來猛烈的下跌。好，這些都是京東，對吧？作為電商的基本盤，它目前遇到就是情況。我剛才說了，這如來神掌從哪兒來，他不知道。這也是摩根士丹利給京東的最後一個風險預測，就是京東面對全球 AI 電商革命，已經是戰略性缺席。我就說了，這京東跟 AI 沒關係了，你可以靠邊了。大摩說它叫戰略性缺席，未來創新能力堪憂。其實京東早已開始 AI 創新之路。劉强東提前為藍領兄弟謀出路，打造涅槃計劃，正是源於 AI 轉型，機器人代替人。但是我已經說過了，不是說我花點錢，我投入 AI， 你就是什麼歸基了，錯了。從目前來看，京東 AI 轉型的速度和深度仍顯不足。在2025人工智能領軍企業100強榜單中，京東僅排名16位，阿里則高居第2位，就連排第2位的阿里都痛不欲生，都不知道明天在哪裡。你這排第16位的，基本上就洗洗睡。大摩指出，京東過去5年新業務做得相當掙扎，模式均是一開始砸錢搞補貼，熱鬧一陣子，然後迅速冷卻。京東連外賣都做成了雞肋，其 AI 轉型能否成功，值得持續關注。也不用關注，這個肯定是沒戲。京東形成競爭壓力的，都不是什麼拼多多了，也不是什麼天貓，也不是抖音電商，這個敵人在哪兒都不知道，以什麼姿態出現他也不知道，等到出現的時候已經晚了。所以我一直說，不是說京東他們人不行，什麼管理层不行，什麼劉强東不行，不是這意思。他这時代在發展，各領風騷3-5年，你這個業務形式跟不上時代了，沒辦法。所以你看京東的市值現在只有2000多億港幣了，這還在失血啊！當然了，美團、阿里、小米的市值都是腰斬再腰斬，都一樣。所以這就是我最近這幾期做的，叫中國移动互聯網大廠，或者叫互聯網大廠的黃昏，那都一樣的遭到壓力。因為本來他們都是新經濟，都是數字經濟、平台經濟、移動互聯網經濟的佼佼者、標杆、領路人，但是他們在 AI 這兒無一例外都迷路了。這種曾經輝煌到落幕，這種反差誰也受不了。我不是說這些互聯網大廠不好，是他們統一都是遇到這樣問題，硅基和碳基之爭，資源就那麼多，資金就那麼多，對吧？流量就那麼多，那都去了硅基那兒，你這邊碳基就沒有，所以就像极了最近咱們的資本市場。今天我们的滬市終於滬市出現了暴動。什麼叫暴動？就是一群老登股把這個硅基、這個科技新貴按在地上一頓摩擦，很長一段時間是吧？都是這個科技新貴啊，這些什麼硅基是吧？光模塊這些什麼半導體這些上市公司啊，上午把這老登股在地上一頓摩擦，一頓揍，抽血，抽出來之後這老登股就下跌，抽出血之後科技新貴就漲。是吧？一直來這麼長時間，這半年都是這樣，所以說你看到很多老登股在陰跌，但是今天老登股暴動，反過來一起把這個科技新貴給暴揍一頓。今天老登股漲了，你說太陽打西邊出來了。截至收盤啊，滬指漲了 0.44%， 漲了18個點，深成指跌了 0.53%， 科創板、科創50都跌了好幾個點。今天成交量是3.68萬億，這個是比上個交易日多了將近4000億，放量震盪，量放得很大，所以說是老登股暴動。那今天上漲的是4329家，1145家倒車接人，你看这個比例倒過來了，平常都是指數漲完了之後，大部分股票是倒車接人，指數漲一小部分股票漲，今天完全反過來了，指數還沒怎麼漲，老登股都在反彈。當然了，這個反彈是不是曇花一現？科技新貴這些
人工智能回調是不是暫時的，这個有待于繼續觀察。因為昨天寒武紀突破1萬億以後，馬上喉舌人民日報還有喉舌就發了一篇評論，評論的意思核心思想就是戒急戒躁，不要骄傲，科技兴國什麼科專板過了1萬億等等，這都是好成績，这都是數目的成績啊。但是要一步一個腳印，這意思啊，也不要太飄了。反正那個文章大家可以去看，那這個就是一個警醒，這個是一個風向。如果市場不聽，繼續一路高歌，硅基技術狂飆猛進，後面還有新的警告，2次警告不行，那就2次喊話不行，那就半夜雞叫還收拾不了你了。所以今天這個市場，那是老東股是特別懂這種信號的，感覺有上面支持，所以老東股暴動，一下把這個科技新貴硅基的按在地上摩擦。但是我個人覺得，這老東股應該是叫短暫的反彈，大家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評論、點讚，謝謝大家。